好，来继续来看新北市一个小家人啊，到十指的家乐福，用因店内的磨豆机啊来磨咖啡豆啊，无小心煞甲手指指啊嘛切断去。本地家乐福讲要负责相关的医药费，但是尾也阁改喙，敢若愿意赔7000外块。这个小家人啊已经去告家乐福过失伤害。啊，家乐福讲，因实在无法度理解讲，为什么人客要甲手伸入去机器内底？ 它触控会麻会痛。二再减一节，这杨小姐的伤，就是因为这台磨豆机，将咖啡豆磨做粉，免费磨豆服务煞造成悲剧。很多咖啡都有残留在出口，我就稍微轻轻抠一下，那就整个都受伤了。 去年7月，杨小姐去十指一间大卖场买咖啡豆啊，并且利用店面所提供免费磨豆机现场磨豆啊。不过伊发现讲，这个咖啡粉卡伫出口，想要甲背一个。 当场手指头啊，下一节去，赶紧去病院。最后就是只愿意赔我，就是7月份那个月的受伤费用1000。杨小姐主张讲现场无打警示标语，加上业者本来愿意负责相关的费用，后来又搁反悔，今麦已经报案，要求业者赔偿。 那由于是个消费者自己本身的一个行为，我们这个没办法去控制。 业者嘛，法案讲想无是安怎人客将镜头伸入去，啊，即摆已经通知各店要加强安全的宣导甲巡逻。真正纠纷双方的立场无共款，结果安怎就等法院去审理。是讲提醒乡亲用这个磨豆机的时，一定要真细致。